放下家己的身份甲地位啊，牺牲家己到极点的服侍。因为当时洗脚是最卑微、最卑贱的工作，所以对着耶稣这款的疼心的服侍，也互咱看见做基督徒，因也有这款的军队耶稣基督的这款的服侍，真侪，我想咱拢知影。所以我直接无要搁再记咧，时间的关系。第二，不变的疼心的服侍，耶稣基督这款的疼心到底极点的服侍，就是唔那放下家己，佫是牺牲家己的服侍，是不变的疼心，无改变的。主耶稣对头到尾疼伊的温度，我讲过，是对头到尾。约翰13章记载12个门徒3煎最大。耶稣有言有人要出卖伊，也讲彼得假提以前3摆要唔认我。但是有不变的疼心的耶稣啊，伊还佫疼所有的门徒，甲每一个门徒洗脚，包含彼得，甲要出卖伊的犹大。你我咱有时嫌菜亲像彼得也是犹大，对咱的主耶稣无够尽忠甲诚实。但是主耶稣犹原用不变的疼心来疼咱，来赦免咱，也互咱伫遐会通继续来伫这个属灵的活命顶面来追求、来忠进、来成长。唔然咧，主耶稣也继续来服侍咱，帮助咱。感谢主的恩典、慈悲甲怜悯。愿咱拢为效法主耶稣的模样，用不变的疼心来服侍主，来服侍人。第二大项就是罗卜的服侍，仆人的服侍。耶稣基督伫遮就是用罗卜的心态。甲行动来服侍伊的学生，来甲这个学生洗脚。所以伫约翰13章第40讲，耶稣就离开岛，脱衫，摕一条毛巾，家己下腰咧，倒水伫盘里洗学生的脚，佮用所下的毛巾甲因拭互干。当时以色列人的厝门口，拢会放几啊个石缸，内面放水。有人对外面入来厝内要食饭以前，一定要洗手甲洗脚。拄咱读圣经讲无洗液啦，无洗身躯，因为拢洗好啊，大家拢已经洗好啊。咱知影。当时以色列人甲耶稣迄个时阵，因拢穿迄个，甲咱即马伫穿个衬拖啊，毋是像咱即个鞋吼包肉的，外口佫是个纱帽，有当时风袂散，真垃圾，所以规双脚拢足垃圾的，所以入去洗手以外，一定爱洗脚。因为脚非常的污秽，所以萝卜一定爱用水洗，佮爱用侪水来伫遐来洗。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连犹太人的萝卜也唔愿意做洗脚的这个代志。伫迄个时阵是交互外邦人咧，而这个萝卜。伫遐洗脚，然后这外邦人萝卜去做，犹太人连萝卜伊也唔是共洗脚咧。但是咱的耶稣，伊是这个学生门徒的先生咧。但是主耶稣却用外邦人的萝卜的地位，谦卑
会服侍学生，洗学生的脚。当咱伫服侍人的时阵，最要紧必定要将家己放伫罗卜的地位，咱的服侍才有功效。当咱伫服侍、伫做主的工，特别上帝教会这个家庭，也是咱对无论什么人，咱即摆服侍伫教会哪来哪做，特别伫遐对遐欠客、遐解忧。咱无讲因忧民啊！我最近也是伫咱的家乐团契，台北中卫式家乐团契，2摆啦9点半拢伫遐来讲道。我拢甲因一个一个握手，我看无人伫甲因握手线，我一个一个甲因握手，有诶规个手拉撒，有诶手枕头啊断去，一个一个握手。咱若无屈低落去，甲伊共款，咱免因为得甲因服侍，互因食，啊，咱就徛伫迄个高悬的地位，甲因命令东命令西，看起因，讲哎，佫毋通安怎，毋通安怎，咱就爱屈低落去，像耶稣基督。人甲因拢是比比共款，是伫因的环境的顶面，因今仔日诚做借用。若是咱伫迄个环境的下面，也毋是咱嘛是安尼。咱的服侍，若是安尼做，拄啊讲过，主耶稣伊就会赐福伫咱。单就合派第一项服侍结果就是活出基督。咱伫耶稣基督上帝呼召的顶面，咱去服侍，咱的回应，咱就爱有回应，啊，咱就爱伫迄个回应了后去做，啊，咱就爱伫即个要互伊诚做一个会通活出基督。上帝主耶稣要借着你我每一个人，将耶稣基督伫遐表明出来。耶稣基督要借着你我伫咱的服侍的顶面，无论大项事、小项事，互咱看起耶稣基督。你我咱就是耶稣基督，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圣经也讲，咱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芳美。有所书4章20到30一节讲出活出基督，伫咱的行代志做人的中间来彰显基督的活命。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讲：道恁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明的美好的德行。伫咱拄仔所读的圣经第2节、第3节，有讲起美好的德行，传播美德就是活出基督的意思。伫遮有讲起几啊项，咱若活出基督，就是有这美好的德行，伫圣经的内面所结的果子，这德行，保罗伫遮描写这美德讲。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第二守圣神所赐的合一。换一句话讲，咱的服侍就是着活出谦卑、温柔、吞忍、疼心、宽容、和平，这是基督身上的美好的德行。因为时间关系，咱只有针对谦卑，因为耶稣。伫这个世界的顶面，就是用疼心甲谦卑服侍。基督徒，你我咱伫上帝面前爱谦卑，顺服上帝，尊主最大。伫人的面前爱尊重别人，谦卑无骄傲，无看见别人，特别伫咱服侍别人的时阵，咱才袂
哪服侍，人哪溜，人哪走，人哪无要接近咱，哪离开咱。大石合派的这个第奥真尼书，伊到柏拉图的这个家庭，咱知影柏拉图伊就苏格拉底这个最伟大世界这个哲学家之一的这个苏格拉底伊的最得意的文道。啊，这个柏拉图伊真做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哲学家。啊，他这个合派。这个大石合派的这个戴奥尼斯啊，尤其来到因兜，爱入去因厝内时，伊就用伊的垃圾污秽骹，踏伫这个柏拉图的这个真水美丽的迄个地毯的顶面，伊安尼讲：我要用骹践踏柏拉图你的骄傲，我要用骹甲你践踏你这个骄傲呢。柏拉图听了安尼讲，对，但是你所用的是更较大的骄傲。哪有时也是安尼念是，用更较大的骄傲去指责别人无够也谦卑。到底是柏拉图较谦卑，也是这个戴奥尼斯较谦卑？但是人较谦卑，我较谦卑，也是别人较谦卑。咱若要学主耶稣的谦卑，只有